台南市归仁区公所举办着环保回收换好礼的活动，民众只要收集到空罐到一定的数量，就会当换各种的礼品，讲乡亲的反应真热烈。台南市归仁区区公所为了提升大家回收的观念，拢会不定期举办回收换好礼活动，和大家炸出来空罐来换，民众的反应嘛真热烈。因为即马是天狗热疫情传播的高峰期，所以讲透过活动的举办，嘛会使大量减少环境中有一寡空干空罐积水的情形发生，对防疫来讲嘛真要紧。咱知影这阵啊拢有落雨啦吼，而且又马上高温，也是登革热高峰期吼，减少我们的相关的瓶瓶罐罐。即马环保爱地球的理念是愈来愈受到重视，上个简单的就是唔通乌白蛋粪扫，并且做好分类甲回收。既来讲，民众袂使加响应，互咱的环境会使愈来愈好。